我係賈永雪，係一位推廣粵曲進校園嘅音樂老師。自小學習西方音樂，學習粵曲係由零開始。為咗讓學生愉快咁學習粵劇，自行創作公車手號以及律動，以視覺教學嘅方式引導學生認讀同埋唱出公車譜字。教授粵曲曲式方面，我會自創曲詞，引導學生依字行腔咁演唱梆黃曲，例如《時貢菌花》、《七字清中版》等，從中體驗創作嘅樂趣。小學生最難接受係戲曲嘅音色，但係透過學習之後就會體驗當中嘅韻味啦。學習粵曲更加可以培養學生堅毅嘅精神，喺唔同嘅舞台上挑戰自我，對個人嘅成長有莫大嘅裨益。作為小學音樂教育工作者，除咗教導西方音樂之外，亦都有責任帶領學生認識同埋傳承自己國家同埋地區嘅音樂。因此，推廣粵劇教育係理所當然嘅，亦都配合小學教育課程嘅首項宗旨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。我希望能夠喺香港音樂教育體系中加入粵劇藝術，創造出多元嘅音樂發展。有人話公車譜嘅時值唔準，即係話冇分到咁細緻嚇，即係幾多份幾多份。但係公車譜有個好處就係自由。我哋用公車譜就係我哋嘅語言，因為音樂就係語言嚟嘅。點解唔同地方、唔同民族個音樂嘅特性都唔同呢？或者樂器都唔同呢？主要就係語言。如果我哋嘅語言係符合嗰個旋律，係到底用乜嘢譜比較啱咧？嗱，你如果唔信，你就諗一樣嘢就得噶啦。我叫做阮兆輝，你揾英文譯阮兆輝，永遠講出嚟就唔係阮兆輝，就係阮兆輝，係咪？咁即係話點解我哋自己有一份中國人嘅譜，我哋丟棄咗佢唔用？點解我哋會咁着力去保留公車譜咧？主要係我哋有種叫做板腔體，一板腔體係非常自由嘅。嗱，我哋咧唱個旋律咧就冇梗嘅，結束音係梗嘅，格式係梗嘅，板式係梗嘅，但係中間嘅旋律咧任我哋唱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活咗好多啦。如果用公車譜咧，我哋係發揮到出到台當日嘅感情都可以發揮出嚟，即係有啲突發嘅嘢，自己感觸到嘅嘢都可以馬上拎得出嚟。如果你限死晒所有譜嘅時值，就冇辦法啦，變唔到啦。所以呢個咧就係公車譜嘅好處之一。我哋保留公車譜係細心考慮過嘅。